旅程接近尾聲，今次會將幾日精彩嘅片段一次過送晒俾大家。好 ，Let's go！ 因為晏啲會去銀座蟹滅豬食蟹宴，所以咧就過咗嚟銀座行街。第一站就去咗樓高12層嘅 Uniqlo 旗艦店行下先。正所謂買嘢不知時日過，又夠鐘去食蟹咯。我哋叫咗無蟹同雪場蟹午餐，價錢分別係無蟹午餐每人9500 yen， 連稅11704 yen， 同埋雪場蟹午餐每人11000 yen， 連稅13552 yen。前菜係雪場蟹拌豆腐，蟹肉鮮味，豆腐軟滑。然後咧就上咗雪場蟹刺身，等我熱熱身先。原來刺身咧係咁鮮甜噶，仲一啲都唔腥。之後上咗一份雪場蟹茶碗蒸，肉鮮蛋嫩。重頭戲嚟啦，就係清蒸雪場蟹。呢味呢係要花啲時間去食嘅，因為大家咧都會先將啲蟹肉刮晒出嚟，然後先慢慢食。哇，真係有好多蟹肉喎！呢個係我同首領大人臨時加點一人一份嘅香烤阿拉斯加蟹腳，食咗好香嘅蟹腳。午餐繼續係炸雪場蟹鉗，呢個有啲似去飲食嗰啲啊。幾位團友個午餐呢，有得烤無蟹蓋，我個餐都唔執輸，都有得煮雪場蟹。之後呢，上咗一道雪場蟹茶漬飯，而首領大人嗰個呢，就係無蟹山藥飯。原來日本人都興食完蟹要飲翻杯驅寒茶，而甜品呢，就係蟹造型嘅雪糕。到咗夜晚，我哋去咗東京中城花園睇聖誕燈飾，由11月13號至12月25號6本木嘅東京 Midtown 都會裝上聖誕燈飾。主會場 Midtown Garden 嘅燈開始轉色，過咗一陣，中間有啲泡泡吹出嚟，啲泡泡裏邊仲有煙霧。大家一見到啲泡泡呢，就非常興奮。簡單單嘅裝置呢，就已經令氣氛咁高漲，真係幾好嘢㗎。咁我拍下啲煙嗰啲波先，仲玩埋飄雪，感覺都幾夢幻。跟住行咗入去東京中城商場，呢度呢都有聖誕裝飾，就係由1600個小聖誕老人組成嘅聖誕老人樹。香港冇乜機會見㗎啦，冇機會，啲斷咗彎啦香港。下一站呢係六本木之丘，即係有最知名嘅地標大蜘蛛嗰個位置啊！呢度呢都有好多燈飾，而裡面嘅大屋根 Plaza 亦打造成熱鬧嘅歐洲風格聖誕市集，集結咗美食同埋聖誕雜貨。又要講下360另一個缺點，由於拍片嗰陣我哋係唔會望住個熒光幕，所以鏡頭發生咗咩狀況，好多時都係事後先知。咁點解畫面會咁朦嘅？原來係喺影啲泡泡嘅時候，啲泡泡撞咗落個360個鏡頭，殘留咗啲嘢黐住個鏡頭，所以啲片係朦咗嘅，要返到酒店先知。所以每次影完記得要檢查一下啦。
除咗呢啲，我最想去嘅就係六本木舉板通上面嘅連接橋，因為嗰度可以影到以東京鐵塔為背景，配合舉板 Snow and Blue 80萬粒藍白燈飾，將成條舉板通染成迷人耀眼嘅銀河，係冬季東京最具人氣嘅影相打卡地點。現場雖然有好多人，但係大家都好守秩序，前排影完相嘅就會讓出位置俾後排上嚟嘅，唔會有人影唔到。再次感受到日本人有秩序呢樣嘢。之後呢，就係落去舉板通玩超級無敵限時影燈飾啦。點解係限時呢？因為嗰個位本身係交通要道，每次綠色行人指示燈一出，啲人就會即刻跑出去影鐵塔。但係好快喺就嚟出紅色行人指示燈嗰陣，啲交通督導員就會吹哨子，趕翻啲人上翻去行人路，等啲車可以通過。就係咁來來回回，大家都玩得好開心。旅程嚟到第8日，上晝大家要去買手信，所以都唔得閒拍片。到咗傍晚，我哋去搭世田谷線嘅地面電車去豪德寺。原來佢哋收5點，裏邊已經熄晒燈，所以360就算開埋夜景模式都冇用。呢個時候用手機自影到。回程嗰陣見到有貓貓電車，梗係要影啦。不過今次重點唔係架車，而係架車裏邊首領大人同我講，車裏邊有人望住我哋。原來有幾位少女見我哋影相，就同我哋俾 V 字手勢。呢啲機會真難得。下一站我哋去咗晴空塔 shopping 同埋睇燈飾。呢間就係原宿嘅哈利波特專門店，因為工作嘅關係，純粹係取下經、參觀一下咁咯。The next station is Shibuya。因為聽日返香港，所以去埋涉谷繼續 shopping。到咗夜晚，我哋跟住啲人潮行咗上去另一個景點青之洞窟。顧名思義，呢度所有燈都係藍色，每年嘅展期都有唔同。今年
係由12月4日至到12月25日。來年係咩時間就要睇返佢哋官方網頁啦。總結今次旅程，頭5日睇咗銀杏同埋楓葉，最開心可以去到大黑休息站睇靚車。我要多謝我哋嘅車神，如果唔係有佢揸車，點會去到大黑睇靚車啊？仲有夾公仔嘅體驗，100 yen 就夾到高達。上年喺福岡夾咗橙色史萊姆，今年喺千葉俾我夾埋另外嗰4個色，跟住之後嗰5日就係買嘢，諗翻都幾豐富。希望下次會更開心、更好玩。以下就係我哋去過嘅地方同埋住過嘅酒店。好多謝各位睇到最後，中意我啲片嘅朋友記得要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，下次一有新片就可以第一時間睇到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